花莲即摆当咧大出的西瓜有2种，一种叫做蜜宝西瓜，红色的果肉食起来真香甜；另外一种叫做妙红西瓜，较细粒，果肉是黄色的，口感清爽，我那真想吃。来，都过来。一刀切落去，这蜜宝西瓜食无够多，敢若看着就要流嘴烂。不过今年伊拄着新对手。比较较细粒，伊的皮嘛较薄，叫做妙红西瓜。伊的果肉是黄色的。蜜宝西瓜咧是绵一绵，有酸酸的口感，甜度较悬，分量少。若是妙红比较较脆，而且是清甜的口感。蜜宝所种的范围看，有玉米、穗穗、凤梨拢有。妙红西瓜是对受风向开始起步。没有出门，我直接在手机上或者是在电脑上，就已经做点选认购，所以这一次疫情的部分对我们的影响并不大。除了网络直接落单，较传统的市场通路嘛爱顾。花莲县蔬果合作社就推出买瓜送菜，每工前100名买蜜宝西瓜，就送1粒高丽菜，也阁会当免费甲你送到厝。那买起来的话，它清脆，清脆代表它的甜度跟水分它都有够。除了蜜宝西瓜甲妙红西瓜以外，这果咸西瓜嘛非常抢市，网络销售已经破万粒啊！也阁被总统府买来宴请国宾，就是希望伫热天会当互大家享受到这西瓜的香甜。